过不了。先讲一下这两个话题。每一个要说至少要说2句话啊，要说2句话。对，不能说我知道，火车很长，可以这种啊，这种太短了，要说很长的2句话啊，至少2句话。每一个话题要讲2句话啊，我给你们找一下。讲一下啊。因为还不知道啊，因为还不知道4个岗位。用你的想象。我知道你不知道，但是你要选。Tớ đi cho nó sáng lại tớ hơn chỉ cả cỡ nữa nhưng thì chỉ cả kia thì chơi cả tớ phát chơi là tớ sẽ như thế khát trò là chỉ mua thế đi đàn ý sư mình thì hiểu à希望在培训中学到，比较专业的词汇，就关于铁路的词汇那些标题类，火车。对火车的了解吗？车厢，还有座位，有服务员他们的态度是比较好，没有了。对吧？火车上有列车员，有调度员，有火车司机，这都是嘛，对吧？你可以说很多呀，你知道的，知道的一些职业，对吧？知道火车上还有什么？有一些除了旅客之外的，也应该知道的比我多。下一个。
学，能学到一些的那个铁路运营的一些知识。第二个就是在培训当中呢，学到一些生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处理问题。还有对这个火车的了解呢，它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方便，就是快，还有第二个它就可以拉很多货。这个中老铁路这个通车以后呢，它会带动老挝的这个经济方面。可以。还有像我说的这个培训啊，不只是在我们这里进行的语言培训，因为你们之后还有别的课嘛，就是会有师傅带你们学专业的那个什么，专业的里面的一些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是不能教你们一些技术的，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的，没有办法跟你们说，对吧？你可以说整个培训过程中，无论是语言方面，还有就是之后的师傅带领的情况，可以说一下啊。下一个周凯。我希望在培训当中这个多学到这个关于铁路有关的知识，关于那个铁路，关于火车，这个工作岗位职责和具体这个相关的知识。然后另外我对火车的了解，首先这个要有那个列车，要有火车，首先基础上的这个基础设施，它有建设这个组成的有那个隧道还有路基，还有这个各个不同的那个线路，是吧？所以有了这条铁路，就请说一下这个我们那个老中铁路。我们老挝其实也是老中铁路，也是老挝第一条铁路，又是更加上这个是中老双方是战略合作的最庞大的项目，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中老铁路是中方习近平国家主席提出的那个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所以这个项目原本就是提出了那个3个原则，是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所以我在此我相信这个铁路会带动老挝的经济发展，带动老挝的人民这个造福人民。而且他也给很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嘛，其实有很多人都报名了呀，对吧？那下一个因为周凯是那个项目部的是吧？是。他知道的很多，你们以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多问周凯，是吧？有这么好的资源，是吧？好的。下一个蒙特威。我希望在培训当中能让我学到关于铁路基本知识，关于铁路的知识。日常的社会经济这些方面。我对火车不太了解，因为基本的小车没坐过。那你买过吧？对，没坐过。那就买了不知道一下。坐过就坐过吧。我其实也才坐过2次火车。那个是飞机。不是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很累的。下一个宋鹏。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培训中想学到、希望学到什么？对我来说的话，这个我们在强化汉语期间的话，对我来说，我自己想学到的是跟铁路具有关系的那个一些新的知识，因为我们之前我也学有关的那个铁路方面的那个专业，是可能是自己会学到，但是我们学的是那个就是施工的，就是建设这一方面。具体关于铁路，就是对于火车的，我们也没有深入学到它的那个具体的学到。然后对于火车的话，我刚才听那个很多同学说的话，也没有那个讲，火车呢是一个那个运输工具，对，是一个那个它有具体的那个，它有很严密的那个规章制度的话，我们学它有很多规章制度，我们要守住这个规章制度来执行来运作。比如说那个火车司机的话，他有力到哪个程度，跟那个开那个飞机的飞行员一样，是一个等级的。然后我们要学到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话，我更要学的话，就是关于它的具体那个我们要学。然后汉语呢也一定要学，因为我们要学那些东西的话，我们首先要学它的那个专门的那个词汇，这些更有那个，如果我们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们去学这样。因为你看你有很多想法，把它都说出来。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在中国，或者是你买票，那你见到的一些就是跟售票啊、跟火车运营相关的人啊，他们都在做什么，对吧？都是跟火车相关的人。下一个，杜一飞。我在培训中对我们的4个岗位也没有多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签合同，所以我也想得到大家的智能意见，关于我们未来的一个意见，去4个岗位去干什么呢？需要去好，还有老师的意见，比如说以后我们的未来是要成什么，这个一个习惯到了。希望大家给你一个建议。后我们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如果我们真正要培训了，我们就想学关于铁路的一个理论，就是关于它的词汇，我们去了，他们说我们也听不懂，成为一个问题。现在呢，中文只在对话的这个我们学的话，专门学它的理论，还有实际操作，就是说，它的设备是有什么问题，对我们去以后。学生说了，虽然说我们听懂，我们有问题，领导说了，我也听懂，那我觉得领导怎么干，是特别大的问题。关于这个铁路的了解呢，就是在铁路会议所去呢，就是先去买票，票我来呢，就是说看几点出发，再来一个口登记，口登记里面有好多口，然后呢就是要去安检，这边还有安检人员，安检还有检票，看护照，对，拿错了。然后你的什么都不用带，带
có sùng đây vô là lý ảnh chắc lâu nhỉ lâu qua vật đó. 下一个分解，来吧，说一下。希望在培训中学到这个健康的营养吧，还有学到关于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学这些智慧，就是到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是来学我们的时候，就是学到这些新的是我的一个建议。没有什么了解，就是这个大家就是说了之后呢，有什么了解了吗？听进去了吗？啊，听进去就没了啊，行。就是你现在不了解没关系，是听别人说完了之后，你有什么了解的呢？可以听听其他的人有什么了解。看就是那个宋伟。我希望在培训当中，学到关于铁路这个一些知识，比如说管理办法，然后技术理论，而且呢，我还希望在学习当中学到了一些还能讲问题的中文，然后我对火车比了解它的运输特别快，然后也比如说也坐了好多人，然后过瘾把你背上好多东西也很方便。然后我希望呢，以后如果我们国家